而这个立陶宛、斯洛伐克甲捷克这个国家寄付疫苗予台湾了后，欧洲的国家波兰嘛打算要寄付疫苗予台湾。台湾伫去年捐喙暗予波兰，即卖波兰的疫苗有春正咧研究，要用捐赠的方式支援疫苗予台湾。另外，美国已经捐赠超过1亿1千万剂疫苗，予包括台湾在内65个国家，其中台湾摕到250万剂，离亚太地区是排第4名。去年4月，波兰航空班机难得直飞台湾，飞艇载差不多10吨英买的医疗物资登去波兰。台湾伫去年嘛捐予波兰100万片喙暗。当时波兰驻台代理代表就伫推特用中文讲，台湾和波兰是患难之交，即马可能会送疫苗来予台湾。人口有3800万人左右的波兰，定要1亿剂疫苗。7月传出疫苗伤济，考虑要捐，或者是卖予其他国家。伫社外系统的评估，嘛有可能用捐的方式。